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初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国内武汉肺炎的病例同款无增加，含验出致病迄个日本学生较有直接的民众过验抗体嘛拢是阴性。美国讲已经通知联合国一冬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不过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川普总统立场是完全无相同。立法院针对考试院长提名人黄永川举办审查，黄教授讲，就算变作越大院长，也已经有心理准备。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目前国内武汉肺炎的病例同款无增加，保持伫咧449个。即阵只有剩4个患者还佫伫咧住院治疗当中。不过，但市长指挥官嘛提醒讲，真侪国家病情咧拖是也未掂症，咱的国民嘛着爱有警戒。搁有就是含日本验出致病迄个查某学生较有直接的民众，过验抗体嘛，照拢是阴性。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上盖新的说明。致死率也持续的稍微降，现在大概4%多嘛，4.5%左右。从高峰的时候接近7%一直往现在也是稍微降下来。不过传播的速度，跟它的一个涵盖的范围，似乎都没有减缓的一个趋向。所以大家还是要履行我们的防疫新生活。假设这个位同学我们认定他是阳性的话，就跟我们前面的曾经有11个国内的个案，不知道它的来源到底哪里，我们追踪后来也都追不到。那其他的11个个案，当然或多或少有传给其他的人，可是这个日本女同学，她基本上也没有传给任何其他的人。日本女学生是不是伪阳性？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完全排除了。热话天时咱国内已经有9个病人去染到日本脑炎。其中桃园市2个患者拢是50几岁的女性。桃园市卫生局嘛提醒讲，黄昏若是透早时咱着较减得去田呢，也是低调熏照经，才袂去互蚊仔叮染到这款症。阁有提醒50岁过的做餐人，都爱自费去注日本脑炎的预防针有较好。伫咧个案的徛街附近吊掠蚊仔叮，诱捕探病蚊，卫生局启动防疫机制，根据疾管署的资料。今年全国已经有9例日本脑炎的确诊病例，其中桃园市2个50岁女性确诊，分别住伫咧桃园甲中立区，2个人活动的地点无相交叉，引发是散发的个案。活动范围并没有重叠，那主要都还是因为平常这个种菜或者是有这个水稻田，那以及有鸽舍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点。目前这2例的个案都在住院当中。卫生局提醒，目前是日本脑炎的流行季节。民众爱避免伫要暗仔甲天拍曝光、蚊仔上侪的时阵，去稻仔田、低调甲薰蕉稻仔等等高风险的环境，尽量穿浅色的长裤、长裤，伫身躯顶衫查袂到的所在喷防蚊仔剂，避免去互探病蚊咬到来感染。个案的一些去过的场所风险点，那我们去做了一个巡查，以及做家户的卫教。那另外也针对附近的这个水稻田以及有鸽舍的地方，我们挂上符文的一个灯。卫生局表示，日本脑炎是由3班家蚊甲环纹家蚊来传播。注日本脑炎的疫苗是上有效的预防方式。除了细汉囡仔，嘛提醒做农的民众，注一支自费的日本脑炎预防针较保险。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外交部证实讲，咱国派去驻在瑞士Geneva迄个城市的办事处内底，一个外交人员有去验出染到武汉肺炎。但这间事务所嘛，即时改换要求人员踮厝内办公，头尾14天，办公厅嘛会加强消毒咯。我们驻日老办事处有1名人员是在上周因为胸腔不舒服就医，并且遵照医生的建议，采取预防性的裁剪武汉肺炎的病毒。7月6号的时候获得通知确诊为阳性。这1名同仁目前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而其余的人员跟眷属目前也都没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形。驻处人员从7月7号开始远距办公14天到7月20号。远距办公的期间，驻处办公室会进行全面的消毒，并且暂时关闭。这是咱国外交部派出去驻在外国的外交人员第3个染到武汉肺炎的病例，进前北国2个患者拢已经复原啊。目前这间驻在Geneva办事处是已经暂时无办公，咱的侨胞若紧急有需要，就要先打电话换联络驻在瑞士的代表处来斗3天。
咱再来关心美国国务院讲，通知批已经寄去到联合国，一冬后就会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啊，不过年底美国就要举办总统的选举，川普总统的对手民主党的候选人针对这条代立场和米是完全无相共。啊 ，WHO 即马嘛有上届新的警告，讲武汉肺炎唔但经过烂手消毒，病毒甚至也经过空气内底摊开去活啦。Also understanding the dose of the virus that is needed, in particular in this route of transmission that is the aerosol or airborne transmission. So these are fields of research that are really growing and for which there is some evidence emerging but is not definitive. 对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坚持新冠病毒是透过烂手传播。4月初到32个200外科学家写公开批讲，世界卫生组织看见新冠病毒伫咧空气传播的可能性，要求修改防疫指导。3个月了后，世卫专家总算解喙讲，病毒可能会透过空气传播，而且经过致病人数、成长速度也搁伫咧变紧，全世界疫情还未达到上悬的所在。另外，世卫专家群会伫咧拜六礼拜去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的动物来源，还佫有追踪病毒对动物转移到人体的途径。伊向不满世卫组织啊，还有美国总统川普4月份以来，已经侪届公开批评世卫亲中，呛声讲要退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议员梅南德兹初7发推文指出，美国已经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务院嘛证实退出通知已经寄予联合国的秘书长，啊，毋过爱明年7月初6才有效。但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就随普文呛讲，若是伊当选，上任的头一天就要随重新加入去世卫组织。美国有40州的确诊人数继续伫咧增加，其中德州、亚利桑那州甲加州的住院人数创新高。德州的住院患者要甲8700人，病床的使用率是要甲9成。前一天才传出川普要甲加拿上远距离课程的国际学生赶出境，这次川普搁一届无顾疫情，表示讲会压迫学校伫咧今年秋季时阵重新开放。Schools are going to be open. We don't want people to make political statements or do it for political reasons. So we're very much going to put pressure on governors and everybody else to open the schools, to get them open. 嘛表示武汉肺炎敢若是小感冒的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传出讲要烧到38度，经过检测了后确诊。受访的时阵，伊搁甲喙炎摕落来，向记者证明讲家己搁真勇敢，而且搁讲这的话。Gente tem morrido em casa porque não vai ao hospital buscar o tratamento com medo do vírus. Então, o número de óbitos tem aumentado muito por outras causas, não pelo vírus, mas sim pelo medo do vírus. O pânico também mata. 波索纳洛无感觉巴西医疗体系出问题，认为讲是民众无愿意去互医生看，才会治病伫咧厝里死去。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讲，政府当伫咧考虑要禁止使用，亲像 TikTok 啊，就是抖音这款中国来的网络软体，因为这中间是有牵涉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啊，另外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嘛讲，在伊咧看，目前美国智慧财产权甲经济发展各方面上界大的威胁，就是对中国来的经济间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初6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用抖音等中国的社群媒体。We're certainly looking at it. We've worked on this very issue for a long time. With respect to Chinese apps on people's cell phones, I can assure you the United States will get this one right too. 美国国会议员正就对抖音处理用户个资的方式提出国安疑虑，烦恼中国法律要求公司必须要支援，并且甲中国的情报单位合作。蓬佩奥强调，参像的议题无论是华为、中兴、通信，只要牵涉到危害美国国安，政府拢会好好把关。中国外交部初7回应，无应该选择性制造政治障碍。在涉港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选择性的设置障碍。更不要将问题政治化。另外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瑞伊初7嘛指控，中国政府偷摕美国民众的个资，甲中国相关的经济间谍案，过去10年增加1300%。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to our nation's inform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o our economic vitality, is the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espionage threat from China. 瑞伊也表示，中国嘛动用几下手段，包括企业也是媒体施压，阻挡美国官员甲议员访问台湾。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
佮来讲，目前印度验出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71万件。这当阵，印刷阁要面对和中国的边关所发生军事冲突的事尾。尤其印度的总理讲话阁重硬，伊放刁讲，若是中国有参加在内遐经济贸易协定的国际组织，印度决定拢袂阁再去参加了。最近印度疫情一直升悬，面临严重挑战的总理莫迪顶礼拜五向访问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的拉达克地区，为驻军加油。莫迪当时以无点名方式批评中国，为了扩张一定的失败。समाप्त हो चुका है ये युग विकासवाद का है 中印边界伫6月15爆发将近半世纪以来上严重流血冲突，双方各有40人伤亡。上新的消息是，印度已经决定无要考虑参入任何中国主导的经济贸易协定，其中包括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印度立场强硬，中国方面就较软。印方不应该对中方有战略误判，希望印方能够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目前阁传出中国已经为7月开始自中印经济边界地区撤离，外界判断若是安尼，中印边界冲突已经有转好现象。莫迪强硬表态，恐吓是转移国内疫情升悬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因为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通过，中国踮香港新设的国安公署早起也来开幕。林郑月娥特首致辞的时阵，佫讲，公署就是港府维持国家安全重要的当盘。这个单位嘛是中国中央设置咧香港第4间直接管辖的机关。七八透早天还未光，香港铜锣湾的维景酒店外壁，工人慢慢挂中国国徽，为带入去要举行的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开幕仪式做准备。会场周围设护栏，各有大批港警驻守，维安真严格，连部分记者拢无法度赶进。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揭牌。早起7点，第一特首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陆惠玲以及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正英等人的共同甲务之下，国安公署正式公开。林代表示，国安公署会正做港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朋友。公署会分析研判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形势，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的战略和重要的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1997年香港回归了后，中国中央伫香港设立3个特殊的机构，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要为联络中央甲香港特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香港的防务；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代表中央处理香港甲外国政府之间的外交事务。国安公署也是中央伫香港设立的第4机构。我们将坚决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行使相关权利。我们将依法加强与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公署驻港部队的工作联系和工作协同。港版国安法规定，国安公署负责分析国安情报，佮对港府维护国安职责扮演监督的角色。伫港府真歹管辖，无法度有效执行国安法甲国安面临重大威胁等3大情形之下，国安公署伫关键时刻采取行动，而且有权利用直接办理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无受港府的管辖。记者综合报道。昨7月初7，中国开始举办今年度大学入学的考试。不过有的省份大水，因甲有在调准时去考试场报到的学生是无几个，考试只有是宣布延期。若有天灾，也有料想未到的意外，贵州省一台载未少学生的公车，竟然直直弄对水库入去，造成车内上无21个人不幸死亡。那是公车伫路顶悬慢慢咧行，煞入去消失伫镜头中。不过一秒向向倒换，划过6个车道，直直冲破围栏，落入边仔水库。上个人多不多？这上个人多不多？有点多啊。
因为都是中国高考，车顶载未少学生，被救起人也阁心惊惊。虽然上百名救援人员到现场救援，也是赶袂赴。这意外目前已经造成超过20人死亡。大部分的挡风玻璃和侧面的车窗都是已经完全的破裂了。中国交通部公布，伫意外发生了后，发出警示通报，禁止身体无健康甲身体无舒适的司机开车。目前已经造成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当中。中国这几天一直落大雨变成灾害，五百姓王公市北洋河水库水位升真悬，泄漏坝体熊熊漏水，当局发现水库出现大面积山基变形，一天一来紧急撤离2.8万人，高出动500人到现场拍上万支的条啊。今天上午首场考试呢，目前呢是已经处于一个取消的一个状态当中了。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在涉县2000多名的考生当中呢，依然只有1/4到达了现场。乌北武汉安徽中庆等地连日大雨，安徽习惯真济河道县真济社区地势全悬，只有差不多1/4的考生到考场。当局宣布测试考试延到初9举行。我的天哪！中国气象局设备继续针对江南、中北部、贵州中南部、四川南部等地区发布暴雨，甘也是有警其中江西北部也有特大暴雨情形。真济水库河川水位继续达到警戒水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政治方面的消息。早起，目沙指南宫庆赞李东彬李先祖得道，蔡英文总统和马英九前总统拢会去参加典礼。啊，不过双人是小小心，无去讲到话。总是马前总统面对媒体访问的时，佫开声批评讲，蔡总统所领导的政府有真侪违背民主甲人权的行做，佫拢无咧家己检讨。总统蔡英文对港版国安法表示，卡做无合理的状况，伤害国家会考虑反制措施，只是如何反制。特别在其总统出席成功庙活动时阵，并无回应。希望现场的所有的公庙代表，还有我们的乡亲，都能够多出游，让这些公庙能够祈福、拜拜，请神明来护佑我们的台湾。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消费，对我们的经济有贡献。前总统马英九认为台湾的国安误犯会比拼港版的国安法。蔡总统回应，真歹理解伊为什么讲这种话。两人因为港版国安法互呛，马英九阁批评蔡总统将来无要检讨家己。可是你想想看，他当初没收公投法，他还去参加反核的这个游行，然后又不让小民过来，这个都是违反民主、违反人权的。蔡总统为什么从来都不检讨他自己呢？这才是蔡政府最大的问题。另外，对最近传出蔡总统骂大法官鲁泰龙的代志，马前总统也表示，这当然袂使，会着全开。两人拄拢出席成功庙活动，相信过，暗过敢若点头示意，双方无握手讲话。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立法院嘛针对考试院长提名人黄永川教授举办审查会。黄教授面对立委咧探问，讲敢有支持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伊讲若当助咱宪政运转，提升政府效能，伊绝对拢支持。就算家己变作末代考试院长，也已经有心理准备，在所不惜。立法院议会设备举行考试院院长、副院长被提名人的专业审查会。考试院长被提名人黄永春报告，强调未来国家考试要互任用了后的公务人员有下领域的动态能力，而且甲世界接接。面对朝野政党拢有修宪废考监的主张，家己有可能变做最后一代院长。对这件代志，黄永春坦白讲，当初去互提名时阵无意识到这件代志，即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修宪前的最后一任考试院院长，甚至任期可能未达4年，您有了解吗？有心理准备吗？我其实慢慢的我已经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末代院长的心理准备。黄永春表态支持废考试院，任何对提升宪政运作甲政府效能有帮助的改革方案，绝对拢会支持。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是表达不满，党团提出问卷要求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回答。问题是关系到官职甲改革，想袂到问卷亲像沉落水底，无任何人回复。民众党的立委赖香玲是批评考监兼职的乱象常常出现，点名现任的考试委员理选兼职49项，条例分43项，现任的院长吴金林是有41项。
考试院该废除的第一个理由是他们根本不务正业。那不务正业就是说，他在这个兼课兼职的状况下是腐烂。公益基金会，还有比如说大学里面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学会，甚至学会等等，我都跟他们说了，我假如立法院审查同意通过，我全部要辞掉。黄永春望考试院甲行政院未来会当互相合作，但是若为质疑，两边敢是应该爱互相监督。另外，若为嘛晓顾校，黄永春落任教育部长了后，转去私校做校长，互立委批评是咧做门神，领两边的薪水。黄永春解说，迄当阵为着要保卫学校立场，赶紧驳回，无要互往事转移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近日下礼拜台北市府就引准长期甲7成迄栋大巨蛋体育馆的建造，互远雄公司继续动工。早起市府先出面讲，因袂挑人嘛袂放水，要实际解决问题。阁有因讲馆内接待人数的标准已经提高袂少，不过这项规定的详细嘛引人怀疑，敢是同款有放水的用意。关于大巨蛋我们的原则就是不刁难、不放水给市民朋友一个安全、合法、合理的大巨蛋。远雄大巨蛋特地要复工，完工的进度是要甲7成，初次台北市议会去大巨蛋的现场实地考察，针对施工的进度也是有争议。采备台北市长郭文泰带领市府团队出面，都发局长、交通局长轮流上台报告，针对大巨蛋复工的疑虑一概说明。8分钟要离开观众席，就离开座位，那15分钟要逃到户外来避难。台北市政府强调讲，提升8项公安作为，甲大巨蛋的容纳人数拄13万人，降低到59833个人，嘛增加防火区的规划，提升防灾避难的标准。15分钟达到全体疏散。未来要办2万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必须要提出交通维护计划。不过现场也是有媒体质疑讲，容纳人数的限制降低，说干那限制伫咧营运的前3档，认为台北市政府敢是把握要互大巨蛋会当通过。有关室内5983的容纳人数，这个是在3年之内，我们希望营运上面先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至于说以后要不要增加人数，我想是这样的，这个常常是随着时代的，我们现在是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先给它这样。那至于以后，我们看到滚动式修正，以后问题以后再处理，要么就拆，如果不能拆，你就要给它做到可以用的程度嘛，在安全，至少在安全上是合理的。外界质疑大巨蛋敢会当伫咧明年底就顺利完工，郭文泰表示，既然袂当拆，就爱互伊会使用，无一定完工的日子，敢若爱完向照规定来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12年前，空军的中士蔡学良伫咧军中调情不幸身亡。军方本地调查讲，伊是自尽行地路，家属唔信，各队法院去。二审认定这桩不幸是意外，军方就要赔偿。蔡学良的老母也是忙要查明代志发生真正的过程，有阁提出民事再审，早起是去互高等法院驳回，总是这条案还阁会当继续控告起来。空军中士蔡学良2008年伫台东太平靶场吊情死亡，军方调查认为死亡的原因是自杀，以自杀来结案，拒绝付钱。台北地方法院1审嘛判军方胜诉免赔，不过到2审是改判死者的家属部分胜诉。合议庭认为讲，步枪走火意外致死死亡，军方爱赔偿要150万。不过蔡学良因妈妈对后生死亡的原因也是有疑虑，申请民事国审，要求司法爱甲真相找出来。台北高等法院以无符合国审的条件裁定驳回。主要是再审原告他主张的一个再审事由。跟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法》496条第1项第1款、第13款的规定不合，所以本件再审之诉无理由，然后驳回。蔡学良的家属以今年1月份国防部委托台大法医研究所教授李俊义鉴定的报告，正做新事证，甲高等法院申请国审。不过合议庭认为讲，民事案件国审的条件主要是新事实、新事证。都爱伫前案诉讼庭书、伫件事辩论结束进前提出，认为蔡妈妈提供的影片、文献，还有相关鉴定的报告，拢无符合国审的条件，所以驳回，要会当控告。不过针对裁决的结果，蔡妈妈是无法度接受。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法官他这样子的判决、宣判。我今天来到这边，我还有10分80的把握的感受到，说我这一个会再审。
蔡妈妈真艰苦，表示讲受害者竟然爱搁家己找证据，深深感受到司法的怠慢，嘛真讨债人力甲财力。虽然即届裁定驳回，不过还是会继续落去，希望司法会当予伊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报上最新的消息，去年年底，台大病院的企业工会甲院方申请，要踮伫咧院内告示牌顶头打海报，宣传工会活动。刷去互电视认定讲海报的内容无适当，就安尼甲因拒绝请假时，买手企业工会告对劳动部去，打判决病院确实打压工会，阻碍因招募会员，这条相当会当罚款15万。台大病院3栋大楼1楼大厅的公布栏，除了有打看诊时间，还佫有宣导卫教观念等等的各种活动信息。毋过去年底，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要向台大病院申请要打海报、宣传纪录片的相关活动，佫有提起同仁投票日的休假权。病院本红利绩效的议题，这3张海报，所全部拢去互院方拒绝。工会认为台大病院压迫工会，今年初向劳动部提出申诉裁决，即马判决出来啊！劳动部认定台大病院违反工会法，已经构成不当劳动行为。他有3个拒绝的行为，那理论上会罚3个行为，不当影响工会的活动组织这些。台大企业工会表示，工会甲院方沟通真侪摆拢无效，落尾才会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的申诉，而且提出劳动部的正式判决函文，强调讲经过半年以来答辩了后，尾仔才认定台大病院违反工会法，妨碍工会的运作甲招会员。那我们会希望台大医院呢，不要再花钱请律师继续上诉，希望台大医院可以正视我们的诉求。那也希望劳动部呢，可以向台大医院就是提起罚款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请他们尽速改善。针对劳动部的判决，台大病院是发声明，各回应讲，强调拢有定期继续甲工会来协商各类的议题，嘛会伫咧收到劳动部的公文了，甲工会各一届来协商。若是病院不准工会打海报的行为，已经违反工会法35条第1项第5款不当劳动行为，相关会当罚15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日深更，海巡署伫咧屏东外海查到一只船，搜查了后，确实伫船岛内装着30个要偷渡过来的越南人，但已经押过去台中，专门咧收留外国移工的场所，会先隔开检疫14天。检察官和警方嘛继续对查某后牵线，引进因偷渡的中人集团。大家海巡的监听慢慢挖紧，海巡人员快速跳起咧渔船顶进行搜查。海巡署高雄查缉队接到线报，这只5个级的渔船敢若载送偷渡客准备入港。7月6号深夜11点，伫咧屏东南北溪外海10.4海里，甲渔船抓落来。恁总共载几个人？你无法度算？我无加算，毋是无度算。海巡人员发现船顶有不少越南籍的偷渡客，但是为了安全考量，先甲几只渔船押登高雄港，才进行人员的清点。但是目前也搁伫咧防疫期间，海巡人员唔敢大意，等甲渔船就我港，穿着全套的防护衣，再甲船顶的偷渡客一个一个抓出来。查获过程呢，我们都按照相关的这个检疫检疫的这个措施来做处理，以防止这个疫病这个入侵产生防疫的破口，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都会非常严谨来做处理。经过清点，船顶有7女23男，总共30名的越南偷渡客，年纪差不多拢伫20岁左右。因强称是要来台湾做临时工，每一个人必须要纳1万美金的费用。检警会继续追查台湾幕后的人蛇集团。我们发现其中29个，有29位是曾经合法申请来台打工。那其中有1位是第一次来的，那也就是说，之前29位曾经合法来台打工的，但是在他打工期间可能产生了逾期居留，或者是逃逸。海巡署侦查分署表示，因为台中的移工劳制率是全国上大，7号已经将30名偷渡客拢送到台中劳制，目前包括船员甲偷渡客拢无发烧甲气管的症状。检疫14天，确认无武汉肺炎，会交由移民署来收容。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讲，新北市新庄街的乐生疗养院园区，目前当伫咧建设门口口一片攀过半空中的绿桥，就是乐生的自救会和民间团体发觉讲，这站工程完全闪避过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就安尼来提出告诉。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嘛裁决讲，司法的判断还未决定进程，这站工事就要先暂停。乐生园区新起的天空绿桥分成3阶段施工，如今只剩乐生旧大门边仔的入口也无完成。
不过陆生自救会甲公民团体集齐，公平规避环评审查，而且坡道起好，议员爱登月8摆无障碍坡道才能上桥。所以伫6月初提出公民诉讼，申请加处分。即马一口工程初9就要动工，初7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紧急裁准加处分，要求诉讼结果确定进程，应该暂停施工。本案诉讼判决确定之前，暂时停止乐城疗养院入口这项工程的一个停工处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损害是极过于重大。法院认为，现况路桥工程甲未来卫福部要进行的陆省重建计划范围高度重大，因为重建计划有必要进行宽平，所以工程确实有规避宽平疑虑。法院也引用汉生病人权条例精神，主张驳回加处分申请，致使工程改变陆省疗养院入口原貌，会个牺牲议民、剥夺议民原年的土地回忆甲生活尊严，情何以堪？其实非常感谢司法还给了乐生院民一个迟来的正义。法官是认同跟肯定我们的想法，就是大门口现在的做法其实不是最好的。现在路口被认定没有做环评，我们认为桥体本身也是很有问题的。对这个桥处分案，我们要收到判决书之后，我们就会依照判决书的意志来依法办理。环保署回应，但受到加处分判决，对依法要求卫福部甲陆省院区暂停施工。自救会初9会阁去行政院呼吁工程，爱采纳议员的意见，重新设计，也希望政府应重新考虑采行因的建议，翻坡大平台，取代即卖现况路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有囡仔互人虐待的消息，加减拢捌发生。台南市府当嘛要制定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条例，这条案登上去市议会咧审查。总是讲到幼儿园内面敢通斗监视器，就去录影。业者当嘛跳出来出面反对，讲因无爱放老师甲幼囡仔亲像犯人共款咧防监视。尾手议会是决议这条案，下一会期才搁再讨论。前几年来，儿童的代志是频传，造成真侪家长的不安。为此，台南市政府是特别制定儿少保护自治条例，其中一条就是要伫幼儿园内面来装监视的录影设备。对此，业者是认为这个举动是侵害学童的肖像权，应甲学生甲教师看作犯人来监视，强烈反对。管理者来讲，我们也是会做一个机制的管理。如果是不适任的老师，我们就把他淘汰在这个现场里面，不用等到家长来指引这一件事。如果你愿意去安装，都 OK， 没有是要保护自己、保护学生、保护家长，通通可以。但是我们不愿意被约束，这个法令是强制性的。但是毛民代是认为，要求幼儿园装设监视的录影设备，只是为了突发的事件会当保存证据，并未违反人权，嘛袂影响师生的关系。但是市府嘛应该渐渐来改进，透过教育、改善福利来保障儿童的安全。是在我们地方，首先要如何的保障所有、保障业者、保障市府、保障孩童。应该我们要制定自治条例的办法，并没有违反人权的存在。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家长去了解小朋友在学校一个状况，然后也比较安心。而台市长黄伟哲是认为，尊重议会的决议，不过保护幼儿是市府的责任，不管如何，拢会加强稽查的力度，来保护幼儿的受教权。目前为止，如果曾经发生过虐童案件的学校或者是幼儿园，我们还是鼓励他们装。那另外有装设的监视器的幼儿园，还是需要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可能考量要去公布呢，这样家长可以方便家长选择的时候，能做一个选择。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是认为，这个案件是牵涉到业者、老师、孩童、家长的权益，应该就要广纳民意了才处理。最后，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是故意退回提案，暂缓审查。等待后一个会期召开专案报告了才讨论。记者郑混淡报道。再来讲新版的工厂管理辅导法，3月20就开始实施了。不过环保团体当时真不满讲，经济部拢唔公布未登记的工厂详细名单。对4年前蔡英文总统就职了后，才新起来违章的工厂，嘛敢若有拆一间，另外搁断水断电一间。环保团体当着发声讲，照看政府根本无法度替当伫咧受人吞打的农地来指挥。
环保团体甲跨党派立委来到经济部门口举行记者会，批评经济部清早违章工厂一直唔公布新增加价已经存在的工厂名单。根据因比对制造业税籍甲无工厂登记的企业，发现105年520了后，新增加的数量至少有20406件，甲经济部所掌握的466件差非常大。为什么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止血的措施，反而是看到整个农地工厂还在大量的喷血，各地还在持续的成长这个数字。环团不满，高达政府才拆一间，断水断电一间。中华环保联盟提出相片指控，经济部去年讲已经有12间违章工厂防断水断电，但其中一间到今还有货车机库甲人员的进出。我们去现场看，我真的看不出来勒令停工在哪里。现在它还在营运，这只是其中一家。但经济部表示，环团所提出新增加2万间，是包括无需要登记的工厂，实际上并无遮多。这3年来，违章工厂并无遮大量的成长，嘛强调已经查处执行的违章工厂有157件。目前也已经有50家，那么我们拆除了它的相关的电表，不供给它这个电力的来源。那么也有一家是这个地方政府执行拆除。有关环保联盟指控的个案，经济部表示已经停止供电，若继续违规的话，后一步得去拆除迄间工厂的电表。记者林俊文辟鲁台北报道。再来讲，高雄市的轻轨电车开始运转已经几落档了，不过站嘛是还佫有一只红的轿车，无注意到电车要经过，直接对轻轨的铁机驶过去，险险啊就发生意外。高雄捷运公司这边嘛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规定，会当依法处分。画面当中的红色轿车伫高雄新公2路甲福兴3路路口倒弯的时阵，险险就互后壁轻轨列车弄到。网友把这段危险的影片放伫面册社团顶悬，引起真侪讨论。但是红色的轿车无等倒弯的顶就倒弯，已经违规，会当依法处罚。以昨天的案例来看的话，假若事后警方调查，确实是一个违规红灯左转的行为的话，那依照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之1条，将最高可以处10800的一个罚款。高捷表示，轻轨通车到即马，因为沿路人违规发生的事故总共有25件，有工仔人违规行伫铁机路边仔，互弄上头壳，阁有货车违规卡伫禁止停等的所在，甲轻轨相弄。实际来问附近上班的民众，嘛有人感觉轻轨号志变换拢是忽然间，可能互沿路人袂负反应。这个红绿灯有没有？它会突然的变号。为了要让轻轨过去，它会突然的变号。如果是老人家走在路上突然变号了，那要怎么办？高捷表示，其实只要民众有确实来遵守交通规则甲号志，应该拢会当平安通过。若是违规闯过造成事故，捷运公司会依法追究责任。提醒民众，不管是开车还是行路，通过的时阵一定要注意。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再来讲，昨下晡高雄市燕巢一间3楼起的透天厝发生火烧，消防局出动50个人员去拍火，嘛有甲厝内面一个查甫人救出来。不过火当咧倒的时，伊是秘伫咧浴间内面，浴室的塑胶门已经烧甲扬去。消防人员当着提醒讲，万不利民众若伫火烧的场所内底，嘛着爱找有通风的房间，才通秘入去逃生。这名57岁姓苏的查甫人，迄将被消防人员扛去担架，虽然被乌烟砸伤，意识也算清楚。不过消防人员发现的时阵，伊秘伫浴缸内底，若是过万几分钟被救出来，恐惊就危险咯。电回火灾现场，浴缸被乌烟熏甲一片是乌乌，塑胶门扬起变形，就知影这查甫人当时秘伫遮有偌危险。因为浴室的门它是塑胶门。它遇到高温它会融化，所以在火警现场我们就是不建议是躲在浴室，因为躲在浴室是没有用，就是高温之后它的塑胶门融化之后烟还是会进去。如果它的起火点就在它的房间里面的话，那它的第一时间应该就是直接逃出来往下逃。7日下晡5点半，高雄市燕巢区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房间内底面床、家具甲十面，熊熊导火烧起来。消防队伫半点钟了后控制火势，不过厝主秘入浴缸被乌烟砸伤。消防队提醒面对火灾乌烟，专心蓝淡，用淡的面巾加脆片是无效的。烟它就跟空气在一起，如果你要用湿毛巾捂口鼻，你要挡住浓烟的话，那你间接的你其实挡住的也就是你可以保住你的命的氧气。
你吸不到氧气，你要吸不到浓烟，你就会吸不到氧气。除了唔通浪费多生的宝贵时间去找淡的病菌，消防局也提醒卡司对着较大的火势，千万唔通想要穿过乌烟，因为乌烟会以每秒3到5公尺速度升悬，应该找一个有对外窗仔的房间，关门求生，佮通报消防队，保持冷静才是上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当时基金会这个民间团体针对6都的青少年体能活动甲心理郁闷的情形，就去调查，发觉有5%的青少年讲家己有固定咧运动的习惯性，逐工拢感觉身体有压力，时间佫超过1点钟的，等有5%人。尤其接受调查的对象，若认定讲运动的时间愈长足，感觉到压力的情形就愈罕见。除了伫学校的体育课，学生敢有其他运动的时间？国校4年圣战的学生，平常时拢会甲厝里的人做伙拍羽毛球。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把羽毛球拿来当受气筒，然后打很用力。甲国校的学生来比，国中甲高中生课业的压力袂少，安尼敢会当规律来运动？当时基金会的调查指出，45%的青少年无固定运动的习惯，理由是病大无时间。进一步分析，家己感觉过了快乐的青少年，要60%有固定运动的习惯。若有固定运动2礼拜，因为过了快乐的有46.8%，而且逐工感觉有压力的时间是无到1点钟。这几年非常清楚的都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如果有规律运动的同学们，他们在对抗忧郁情绪的能力会高些，就算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压力啊，这个情绪的延续期间也会相对短些。今年单位建中毕业的游水国手王冠宏分享个人的经验讲，运动有真侪好处，会当消透无好的情绪。重点是运动的习惯，都要从细汉开始培养。因为爸爸也喜欢运动，对，所以以前就会常常带我们去运动这样子。当时基金会指出，目前青少年除了体育课，其他运动的时间确实有增加。因若即届佫和体育署合作，推出哪洗喙、哪用一支脚徛咧等等生活当中的运动，希望佫较侪学校会当伫咧下课时间推广，提升学生的运动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湾的物产真丰富，动物、花草甲树丛，咱用看就看甲饱。加在出名推动念歌的艺术家周定邦，有栽培后生周俊廷，读到生物学的硕士。这个少年家娶某生囝了后，牵手甲句仔少咧，有的写歌，有的画图，创作出一本用台语所讲的绘本，教幼囡仔了解动物甲大自然。头壳一粒珠，行路倒体女。囡仔兄和妈妈同齐唱一条号做《倒体句》的囡仔歌，掀开这本囡仔册，对森林、河川、青山到青海所有会出现的动物和汤拖，大部分拢收伫咧内底。对平常时就爱爬山、爱抓汤拖、佮爱讲台语的囡仔来讲，这本生态动物的台语册有一个因上喜意的所在。因为阮兜惯势看全路的，嘿。所以哇，伊这就是有四角梨，嘛有罗马梨，有对阿定有去看过、掠过、摸过的。即摆竹顶馆嘛有呢，佫有画图出来，伊就完全有法度去连接。结合影像、插图、音乐和囡仔诗，侪种的素材，这本生态囡仔影音绘本是摄影师周俊廷用1年的时间，和伊的爸爸念歌艺师周定邦和侪朋友做伙创作的，就是望用土地的话，认识台湾这片土地的生物。我读生物的，来个走去拍片，爸爸佫是做台语研究的。我甲阮某的小弟小妹拢做音乐的，拄好佫有拄着朋友会晓画图，所以就甲全部的人拢甲捡起来。其实这囡仔因拢知影这个动物在创啥，真倒是大人爱甲因做伙看、做伙学，因较有法度对着囡仔的程度。对蝉、田燕到山鸟，周俊廷就因变做是绘本的主角，也创新囡仔歌的旋律，就望环境知识和生态教育会使被收录起来，让大人囡仔对台湾原生的动物甲食物有更加深的了解，也学会晓保护咱的自然环境。记者阿敏珍、陈保罗台北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仔，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
咱台湾的动物嘛有四句连的念歌，你敢捌听？唔是国政啊所编的哦，这是日本时代就有念歌的歌册。来，这部叫做《河神蠓啊大战歌》，规篇真长，咱捡几趴出来互相参考。见面讲河神要去夹草吧，飞去惊着蠓仔骹，蠓仔要甲伊相拍，河神甲伊大交加，蠓仔拍输真冤枉，河神武艺真灵通，蠓仔走去德公洞。去请一位神翁王，对啦。蠓仔甲河神互相相拍，这表示讲，虽然是动物，咱嘛甲变做敢若是人共款，毋是通拖啦，变做万项拢有个性的啦。蠓仔拍输真冤枉，河神武艺真灵通，蠓仔去找啥？去找德公洞，对哦，你注意甲听哦。这个偏死古人的人吼，有注意到万项动物通拖的特性哦。你像讲神翁王，确实拢住伫德公仔内底，所以走去德公洞去请一位神翁王。神翁听到蠓仔讲，河神武艺真灵通，行出德公要食迄只河神王。神翁看到伊河神，想甲嘴啊插插钉，河神着惊飞紧紧，河神着惊飞紧紧，神翁看甲目圆圆。对，你甲听即个四句联真趣味。讲神翁啊吼，真正去互蠓仔煽动啦，煽动安怎样？煽动讲吼，河神安尼武艺足好诶，归去。行出德公洞，要来甲河神王扯拼一下。啊，看到河神想甲安尼喙烂插插钉，这袂输已经是敢若电影、敢若人伫咧表演共款啦。河神看到神翁啊，着惊咧，这就是万不相克哦。河神着惊飞紧紧啦，神翁看甲目圆圆。河神即马吼，伊阁看袂做啊，讲吼一山另有一山高，高人以外，啊，阁有高人。河神想到，搁来四句联讲真毋愿。河神想到真毋愿，要甲蠓仔结台湾，要阁起人甲伊乱，法度请比伊较悬。河神去到角仔顶，就甲夜光说分明，讲伊蠓仔做不正，起人要甲伊战争。对，河神想到吼毋愿，神翁仔来就无法人。换伊去起人甲伊乱啦，简单讲上土的现代人讲换伊去闹人啦，伊去找啥？河神去到角仔顶，对哦，夜光拢伫倒位？夜光拢飞天挂角，住伫咱厝角顶，所以毋则讲河神去到角仔顶，就甲夜光说分明，一步一步安尼一直叫，一直找尾啊吼，蜘蛛啦啥种种拢总来啦，这叫做河神蠓仔大战歌。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看看，搁再介绍，明日若有机会，搁先再过来讲，互你做参考。过来，咱来关心婚姻馆内专门咧饲精生啊养殖场有3500几位，讲起来数量是台湾相当济一个地头。啊，当台湾大学研究生物甲农学的学院下底动物疾病诊断中心，嘛直接来踮婚姻馆内实施检验实验室。过来饲精生啊养殖场内底，若发生不明的传染症，农民就通就近送去检查诊断甲化验，啊，通赶紧落药，损失就会当尽量减轻。过去婚姻馆的禽畜若是破病，就拢爱甲检体送去台中、嘉义也是屏东诊疗，诊断的结果往往拢需要1天以上。但是即马为着强化动物诊疗机能，台生物学院会伫婚姻分部加设检验实验室、解剖房，和婚姻馆的养殖户会当就近上诊，可以做非常快速的这个诊断，正确的诊断，然后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那借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IoT 5G 时代的来临，距离就不是问题。在这里看到的，可能及时的在台北就看得到。去年8月，台湾大学动物疾病诊断中心伫咧婚林成立分部，经过大约1年的运作，检验的数量已经超过9000件。即马搁再强化机能，成立检验实验室、解剖房。除了会当提升婚林畜牧产品的安全卫生以外，嘛会当提供受医学学生上好的实习场所。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检验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血清学，我们有解剖，或者有细菌性的培养，所以整个件数的话，其实这1年来已经超过1000件，让我们在进行相关疾病诊断的速率上更快，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进行相关处置，来减少我们的一些损失。洪玉素表示，目前婚林馆内禽畜场有3500多场，是占全国的前几名。但是过去真侪动物破病的时阵，敢会当送去外县市检验，无法度随摕到诊断的结果来进行处理。即卖会当透过甲台动物医疗合作，来甲婚林馆的禽畜产业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
近来屏东的雷猛大出，毋过因为传染症影响外销，产地价少1公斤上歹要杀到剩5块。但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就跳出来主张讲，若是鼓励农民甲雷猛的利品加工直接冷冻保存，同款也是会影响到即水雷猛的价少。上介好，利品就要摕去做肥，毋通搁再鼓励加工了。一粒搁一粒饱甜的雷猛，即阵当大出。不过受到疫情影响，雷猛销无路，产地价少落甲1袋斤剩5块。5块钱的话，它其实是低于生产成本的一半，它要在10块，产价要10块钱，农民才有合理的利润。所以现在农民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屏东种雷猛的面积占全国66%，有1800多公顷。九如乡农会总干事景泰文讲，雷猛农伫去年同期也有淡薄仔利润。今年雷猛大出搁败市，伊认为鼓励雷猛加工也是造成败价的原因之一。他要把它榨成汁，那你榨汁之后拿到冷冻库，一旦价格好的时候，他又拿出来，所以农民永远是只有低价的份。那外面的消费者也没有吃到便宜的这个柠檬汁，所以这个我们应该不要再去鼓励加工，直接把它去化，让市场平衡。景泰文也呼吁，甲2点货摕去做肥。互雷猛的饲草恢复正常，农民才有稳定的收入。记者综合报道。消防队咧拍火，消防车的性能真要紧。毋过保养消防车的时，烟筒管所排出来废空气，可能也有致死癌症的风险。来看台中大里19家消防分队含二小同齐设计，参考国外设备经过改良，总下来完成全国头一套消防车尾气改良的系统，让消防人员的健康更较有保障。有任务要出勤时，第一个动作就是发动消防车，所以检查车辆状况是消防人员逐工拢爱做的代志。不过，车辆排出来废气、气质可能会影响健康。为着解决这个问题，19家消防分队的警义消参考国外资料，大家做伙动脑筋设计。我们专业的风管的工程，那专业风管工程其实这对他们来说，牵一个收集的抽风机，然后会有管路，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再简单不过的工程。但是再来就是第2阶段，就是拉下来，我们再从风管上面的固定风管拉下来，在这一段要怎么收纳，要怎么去挂上去，这又是另外一个工程。经过这个调整，成功设计出一套废气排放的改良系统。透过冷光的收集，会当将车辆排出来废气排到户外，唔来当节省消防人员出车的时间。经过气体侦测机的测试，有危害的气体确实有降低。目前发车的话，就不用像之前还要把车子做移动。然后，味道就真的完全就没有了。它其实回收的效果还蛮好的。第一挂灾难现场，消防人员总是徛伫第一线，守护人民的性命、财产安全。即马经过大家卡斯设计，完成全台湾第一套的废气改良系统，有效降低室内废气，同时嘛守护拍火兄弟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屏东县的客家庄德定乡的西四国校特别甲运动衫设计作客家拿衫的形体，佮打造出浸水式、真侪科目拢用客话落去教育的教育环境，望要互学校内底幼囡仔自细汉就来学客家祖先的话语，佮有客家人杀盲打拼的精神。囡仔遐囡仔仔伫咧运动场比看什么人走上紧，真足甲看，因毋是穿运动衫，是穿客家的拿衫。原来这是屏东县德定乡西四国小，想要互囡仔自细汉就了解当地客家庄文化的用心。这套蓝衫是在我们前任校长温晓峰温校长任内他设计的，很能代表我们客家精神，所以我就把它延续下来。为着方便做事，英国南部的客家人就穿这种素面拿色的衫，也有人叫做拿呢，下半身就配跨裤卡。代表客家搁来拍拼，勤俭搁熬换季的精神。德定乡西四国小表示，为着要展现当地客家庄的特色，学校也特别规划客语课，打造全客语的合适环境。我们有推广那个沉浸式客语，那从沉浸式客语，也就让孩子每一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可以去认识、了解自己的这样客家的一个文化跟习俗。采用客家文化的清册，课程也融入同款的设计。西四国小希望落实生活就是文化的理念，和客家文化的宗旨，会使一点一滴定根不移。记者综合报道。
下晡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2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4度。金马澎湖28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江讲一句，台语有艺术。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新历的7月，天气真热，现主时节气已经来到小暑。小暑汉字写作小暑，罗马字写作思要笑、思务暑，笑甲暑拢是第2条。俗语讲小暑过，一日热3分，意思就是小暑过了后，日时会变短。不过天气煞一天比一天搁较热，日头赤影影，千万唔通伫外口晒日。地汤爱淋雨机啊，较袂去热着，也是着沙。天气热，就会想要食冰。饲啊较接看到的有鳄鱼冰、台南讲是鸡鸭冰，还佫有田草冰、粉圆冰等等。人讲6月热，田草水美台目，就是咧讲这2项是热天体凉上赞的食物。小暑嘛是山影当咧大出的时，爱食山影冰的人会使趁即马好好啊享受。食冰凉凉真爽快。不过有时身体嘛会袂堪一，人讲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虽然讲食冰足爽，身体嘛是爱顾。因为热天时啊，大家拢爱食冰。伫台湾卖冰就真好趁食。毋只俗语会讲，第1卖冰，第2做医生，意思就是讲卖冰上好趁，过来才是医生。所以，细仔我无人客来算命时，就会来卖冰讨趁。有一句甲小暑牵卡的俗语讲：6月初1，一雷地交胎。意思是讲，若小暑迄阵的旧历6月初1，无单雷公，安尼迄当一定会有风台来。这是民间传说的言语，大家参考就好。溜小暑热着沙，小暑过一日热3分。6月热，田草水美台目，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
6月初1，一雷地高胎。听讲这阵啊，台南北河的莲花开甲水当当。我暗算要来去赏花万莲子。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